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7，诗篇121篇50安尼讲：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引导。三甲来祈祷，伫阮的正边，做阮的引导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权能的手的上帝，你的真实甲公义遍满伫全地。主啊，我要唱歌学罗你的慈爱，到伫永远。我要用阮的嘴传你的信息，到代代。主啊！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愿一生的年日，也是你所定着。阮一切拢在伫你，主啊！阮要日日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得到高升。主啊！因为你是赏赐阮活命的主，主啊，保守阮的是你耶和华，你要伫阮的正边，做阮的引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